4年1考的林园洪文宫妈祖海巡，今年活动是伫咧新历的4月初9起过。伫咧活动开始呢，妈祖会对这几落十只船内面警5只出来，要来替众神服务。开始啦吼，第一只福昌3号黄上。 由洪文宫主会代表跋杯，为这考的巡香活动来宣出河上妈祖、水仙尊王甲3季千岁5只公船。洪文宫4年1考的海上巡香将要伫4月初9起过。洪选做公船的渔民讲，就算所有开销拢爱家己自费，就算这段时间拢无法度出海掠鱼，只要会当为妈祖服务，因拢欢喜甘愿。就讲有啥物缺陷之类的啊，后壁王迄个妈祖王爷嘛，斗保庇斗赚得啊，所以讲这对我们来讲无啥差别啦。它这样的仪式其实是源自于渔民在古老的时代，他对海上作业的2种渴望啊，一个是渴望平安，一个是渴望丰收。 上早会当追溯到清朝的妈祖海巡活动，主要任务是要扫除海域上无好的物件，保庇渔船出入平安大丰收。洪选做公船的船仔，等于是伫咧执行公务。一摆跋杯结果也真趣味，中选的船仔大部分拢是10吨以下细只船仔。庙方讲这是妈祖慈悲。阮选到几乎拢坐细只的，大只船仔拢全部要让出来，有人加坐。啊，这相信嘛是妈祖。 伊足厉害的所在啦。细只是偌细只，歹势啊！迄细只甲我饲一顶桥，有当啊，搁饲袂落，甲伊搁悬空起来，搁吊的，靠我都扛下来，啊无扛袂落去啊。洪文宫表示，今年有20多只船参加海巡，海巡路线对林园出发去台南安平回乡。对妈祖回乡的所有渔船，拢会用灯火花蕊来装塔。回程迄天，妈祖也会自驾高雄港，到时民众会当做过来感受这个全国规模上大的妈祖海巡文化。记者柯家如、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